成日分心做唔成嘢，心流幫到你。6分鐘教你變專注達人，唔好走開啦！大家好，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有趣嘅心理學概念——心流。心流係人道心理學嘅一部分，係由一位好出名嘅心理學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提出，講述我哋點樣透過專注同投入去實現自己嘅潛能同揾到快樂。心流係咩呢？簡單嚟講，心流係一種最佳嘅體驗。當你進入心流嘅時候，你會全神貫注喺你做緊嘅事上面，覺得好似同件事融為一體咁，連時間係點樣都唔記得。呢種狀態通常喺你做一啲有挑戰性同你能力匹配嘅事時發生。心流有幾個特徵：第一，目標好清晰，你知道你自己做緊啲咩。例如畫畫嘅時候，你想畫一個好靚嘅風景咁樣。第二，有即時嘅反饋，你會即刻知道自己點樣做好。例如彈琴嘅時候，聽到自己啲音準唔準。第三，挑戰同能力嘅平衡，任務唔可以太難，亦都唔可以太易，啱啱好先會進入到心流。第四，全神貫注，你嘅專注力係完全地集中嘅，唔會分心。第五，時間感嘅改變，有時你會覺得時間過得好快，有時甚至會唔覺得有時間嘅流逝。等我講一啲例子，等你更加明白啦。試諗一下，你好中意跑步，有一日你喺公園裏面跑緊步，天氣好好，有啲微風吹過，你揾到一個好舒服嘅節奏，每一步都好自然，好有力。你唔會諗要跑幾耐呢，亦都唔會俾手機嘅叮叮聲去分心。你完全沉浸咗喺跑步嘅感覺入邊，覺得同大自然聯繫埋一齊。跑到停低嘅時候，你先發現，原來過咗10公里啦。雖然感覺好似得有幾分鐘，呢啲就係心流。心流唔單止會喺運動裡面出現，喺工作或者創作嘅時候都會有。例如一個設計師整一個新嘅 logo， 啲靈感係會源源不絕，手不停咁樣去畫，每個細節都好啱心水。佢咁投入，連食飯都唔記得食。幾個鐘頭之後，佢睇住佢自己完成嘅設計，好有滿足感。呢個就係心流嘅體驗。咁點解心流咁重要、咁值得我哋去了解呢？因為佢可以俾我哋真正嘅快樂同滿足感。人道心理學裡面講求嘅係成長同埋自我實現，而心流就係實現呢啲嘅關鍵。當你經常進入心流，你就會覺得自己更有控制力，對生活更有熱情，仲可以提升創意同埋效率。而家生活壓力大，手機通知、社交媒體仲成日打亂我哋嘅節奏，但係心流可以幫我哋揾翻我哋專注嘅能力，喺亂流裡面揾翻平靜。你有冇試過好忙亂嘅時候做一件事做到好投入，突然間覺得好放鬆呢？呢啲就係心流嘅魔力啦。咁我哋點樣進入心流呢？我就有幾個實用嘅方法可以俾你試下。首先，揾一樣你中意嘅事。心流通常係喺你有興趣活動裡面出現。問下自己有咩會開心，例如係畫畫、運動定係試新嘢。揾到嘅就多啲去做啦。第二係要定清晰嘅目標。開始之前你要講清楚你想做啲咩。例如我今日要寫一個文章嘅開頭，有目標先會有動力。第三，要調整你任務嘅難度。如果太易，可以試下加啲難度；如果太難，自然就要降低要求。例如學吉他，太易就試下款新歌啦，太難就可能練下基本功。再且我哋要降低周圍俾你嘅干擾，例如熄咗你手機嘅通知，揾個安靜嘅地方，俾自己全心投入。最後，我哋更加要去享受過程。心流講求嘅係唔好執着結果，專注喺做嘅每一步，享受當下。心流唔止係一種心理上嘅狀態，而係生活中嘅一個秘訣。
Mihai 曾經講過，心流會令我哋感受到自己係活着嘅。當我哋更加多啲去體驗心流，我哋會更有動力去追夢，仲會更加懂得欣賞生活中嘅小幸運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揾下你哋嘅心流啦。無論係跑步、畫畫定係學新技能，俾自己沉浸喺當下，享受嗰種專注同埋快樂。你會發現生活原來係可以咁美好嘅。多謝大家，希望你哋都可以揾到屬於你哋嘅心流體驗。